动吃，来做事。妈，你要做嘛个？做饭呢，来，两米啊，来倒落去，倒落来爱拌。呀，全唔掉倒来去。错，慢慢背落去。哇，安尼做得咯？做得。差不多。好，弄起来开水。好，准开水是好嘞。准开。好。洗掉。啊，这样冲太哦。加滴了。不给切哈。不给切哈。好按做的。好了，那个米背动落去，好按做得嘞。好，在。啊好，安多。哇，哦，你来，也系醋肉啊，对吧？哦。安尼炒吗？炒。哦。两个拌酱，嘿，拌酱。做乜嘅拌拢可能要拌酱。哦。嘿。要记安生气咯，哎，有9年嘞。了，20-30年嘞。20-30年。阿婆老古董。老古董嘞，老古董。那就这样子。你搬这边好了，你搬这边。好。差不多了啊。差不多了吧？做得。好，关台机哦。好。爱做是拌酱。台新个。你看，爱拌机好了，打开来，你看滴不滴？哎。你看，一滴没事。哦。全部捞到晒，佢哋撩出来样。那头鱼咧？头鱼来。一hand，按只 hand，好等啦。哦。我嚟，嚟等唔等？好。不要。还是都差不多嘞。好嚟。你一等佢，慢，佢等下拌酱佢會走人嚟出來。你看安炒嗎？炒。好嘞啊。當醬。好。好啦，我呢陣好，咱用嚟炸下，小姑奶炸起炸起來。好。炸起走咗咧。你也收。好。哇。哎，哎，電幾久呢？等3秒鐘。3點鐘。係，你愛出按到拌醬，等佢走按到拌菜。哦。啊，你要拌菜啦，兩個老闆人。咁錯別要一定按叫咧，你個錯別要愛好啊，係嘛哈？要愛好誒。要按那老闆人。好。按那老闆人咧。好。等佢走。好。好嚟。好嚟切。好。先慢切，先洗晒啦，切。冇用啲。哎呦呐！冇調灶咧，安做對嗎？我先不給散係啊，係呢條先不給散，然後不給是都水，全部係是都水。妹妹你調灶冇弄啊，全部長弄強下。看到我們這邊在用，就想到小時候我們全家一起下來用，這邊圍2-3桌吧。你食時咧吃到凍好高啊？冇凍好高，全部看你個喏。哎，像你按牛啊哈，都是按這個做。哦，是做在搓長條嘞。我是斗六人，該高天哦。有天啦，我冇下來拿。下來攞板人咧。過來。僵死大家出去。那就是這那手動神對嗎？大人可以一次挪3個啊。我手小小的，我就只能挪一個。全家挪最慢的就是我。哦。咩係鄰居隔壁鄰舍講會買。買嘛是，哎，按住收嘅。對，要樣式好嘞啊。我做對了。你要用半賣喏。要緊啊，可以緊9千啊。9千。要緊沉沒成人。係隻秘密武器，搬下。痛啊！來痛啊！然後颱風哦，你看按啪啪簌簌冇可能哈。啊，我啲隨風世界扮人起來用。冇調的，風你看啊，還有啊，我變到咧。不用啦，哎，你看啊，一條片啊，幾時貴下？切潤的喎。哎，那麼醬啊，又胖又風對吧？我全部啪啪冇可能，你看已經冇被買對吧？這是有點風，那是颱風。好按好嘞哈。我等下你切，好嘞，你這2個沖涼老闆娘。好。哦。啊，熟嘅時長啊，冇吉等咪摸啊，咁白人見眼，
何有腾谁先弄啊？板人越弄越谁在？该东拉山经验，哎，跟板人永远比呀谁在？该用墨啊，那该蛮地哎，就不是人的头发，就感觉衣服的纤维。哦，就我看到不开心，我就把它，我就把它剥掉，然后就一个个洞。应该是处女座啊。顾墨了为是。顾墨。每两个上还端下姜嘞，你这两三。系啊。来，你两三弄。你很强。好，来端下姜快手。哇！哎呀，弄好就不用动上去啊。其实感身啊，其实冻酱。哇，炒，还没风来冻酱。哎，冻酱。系啊，那是按照台风哦。风板人。看到了风徐都会像狗年嘞。冬至之前去板人。哎，差不多嘞。好，哎，先拿来煮。好，没问题。OK 吗？我们第一次知道对方是表演班哈。对，就是那个表演班。然后 ，any weekend 也没个。weekend 就围圈呢，围一圈，然后自我介绍的时候，你是讲台家红，还是何佑腾，客家人，然后就想说，哎，你要谁来讲这个是客家人，应该应该讲他讲不会讲哦。摸买。可是谁会在第一次那个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这个是客家？就有一点自信的才会这样讲。对啊。因为我跟在你后面讲，我也说哦，我没讲嘿，我是信就主动给他干耶。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在笑说，哦，现场客家人浓度很高。哦，对因为我记得因为还有第三个，对，还有一个人他讲话有客家腔，对。然后我问他说你是客家人，然后他觉得他不是，然后想说，但是他那个客家腔超我们家乡的，对，直接问他，结果他说他不是，对，突然有点失落。对。然后我是那一次才知道说，哦，永伴信上，然后才看你的影片。哎，你知道我后面刚开始做，对，应该会不会破该让片啊，破 Ruby 讲的让片啊，全部我是受永伴信上启发。那讲紧紧，其实哇，讲他走在破这么有趣的影片，还是俺没走在来破。动好笑。对，你是我的启蒙老师。那许多你走的动好啊。就是款叶片要一直想说到底要拍什么，就是那个题材会很难想。对啊，不过这样做也蛮有趣的，因为永伴信上有被一些节目的制作人看。对啊，而且你就是直接绕几个取一个封号，对，就是台家红嘿 Hold You 10 AKA 永伴信上，还蛮地永伴信上，就是之后会红到就大家都叫我永伴。对啊，还蛮地永伴信上，就大家都不知道我叫佑腾，都叫我永伴。对。哎啦，是黑料啦！哇，看起来很好吃了。哎呀，很酱了。再是哦，再版人，要是那个韩国哎。哦。很快。台风，系嘛？你試過真係版人啊？冇，我冇試過真嘅。你想哦？睇一份沖誰試過睇？係。總之董事嘅版人都會在，唔知試過有誒。哦。舊年係這凍到該莴苣嘅啊。咩？等我。椰菜。椰菜。哇，我吃到幾間濃誒比較 Q 誒。你有覺得嗎？係。你只是頭風還是？係啊，風係好些。凍太啦。跟住我做啲鹹掉。鹹掉。我吃到凍得咧。凍得咧啊？咩？香煙是版人。咩？香煙是版人，那會
安样烫哈，豆滴豆油哈，係啊係，燙嘅係啦。啦，哇，我聽到咧，買，哎呀，啱未喎？啱未喎？你試試看，哇，你香魚是本身。哦，好嘞，你試試看，梅頭都冇對啦，所以本身冇煮條湯。你試試看，跟梅頭對啊。哇，有咩色調？冇對啊，完全不一樣的味道。湯頭是冇條湯嘛，反正很 Q 哈。啊，我有想到咧，我今日做在做日頭料理，用咗板藍做。很強，好的，教下長官講，先賣關子。好。挑戰！啊，他已經知道我要抓他了。我從前面，啊，好可怕哦！你土你是破。哎，你抓到了！快去找一下。哦，送去看，那就去宽。动吃，来做事。我跟圖書的地方，嘛係度主動係嘛？寫時間啊？寫時間咪係啲主動。係。哪邊哦？我國小係讀主動國小。主動國小？我讀主北，不愛國小，不愛國中。我小時候我國小的時間係參加個漢語上上團、客語相聲團。很強啊！喺大白會去。悠通法國的時間 ，Alice 會去表演，會講相聲，有點像竹板快書那樣 ，cookie cookie cookie。你還會打嗎？那個已經刻在 DNA 裡面了，那個已經拿不掉了。就從那時候，那時候覺得很好玩，那時候就很好玩，因為就是有除了上學以外的事情。對啊，然後所以就像從小其實客家話就耳濡目染這樣子。我反而是小時候冇買講哈，是不會講，不會講啊，就是出社會之後才回去學客語。聽到客家話覺得很有人情味，很有家鄉味。所以你應該也一樣，就是過年回到家看到家人就想要講。一進家門，一直從頭到尾，對，快喜講哈，對，從頭到尾就開始狂講。門家門是一個結界，對，踏進去開始講哈，轉客語模式。錯，是這樣用音。哎，你哋還有去哪？係我媽老講誒。東河市嘅雞肉，哦，等於參觀一下。哦，好啊。雞肉東強哦。雞肉。哎。很熱。我去哪呀？這係新埔凍肉麵嘅劉家莊燜雞。啊，看到雞咗咧！哎，劉大哥，大哥你好。係啊，同我朋友來講啊，呢個溶雞。溶雞。哦，溶雞好食啊，對好嘿。歡迎來到我澳門呢邊嘿，綜合會所嘿。哎。呢啲哦，會生卵咧，很凍熟咧嘿，前熟咧應該。哎。你係雞嗎？係啊。誒，灼出冇雞卵咯嘿。哦。係唔雞卵咯？係雞卵又係肉啦。哦，所以我專門用雞卵啦，係，雞卵好好食。所以讓我填熟嘅哈，就冇得水味些，其實馬上會怪怪過來東西。哦，係啊，攞水款啦，水咧。水啊。哦，做改變咧，係。係啊。我來。叫我去中會做下來。哦。哎，用呢打字做得咧，係。雞要是水了。哎，我用落去那下子做得。好。來是水了。哦，我叫下邊，因為佢冇飛你，你先從後邊冇埋雪水，你掛佢，你冇法度叫通。我路通我來行去叫。好。來，食飯，食飯咧哦。你食飽了啊？該不是很做嘛個漢醬啊？哦，不是啦，係啊。嗰隻生卵雞。生卵雞。生卵嘅雞嘿。你啊富士撈文昌雞嘛冇窮咯。錯，係啊。哦，所以你啊按到文昌雞，啊全部富士咧係生卵雞。哦。哇，我聽同我哥哥哇，有卵咧，生卵咧。
系啊。哇，小生命的诞生。哇，如果鸡两爱摸讲来吼，它唔会强子啦。哦，哎，是得卵呢。系咧，你包蛋。哦，你摸鼻摸夹过的嘿。哦。所以咧，全部咧马会上，全部大家囡仔训练的。哦，两本银下血。哇，新鲜的蛋。对啊。哇。跳绳吼，你听讲啊，去实验因为咧筹备实体咧，做咧做表开片培训。哦。开片上，你免走起走啊。好啊。一人抓一只，给他放生放到那，因为他很聪明，那边热哈。好。他也不是笨笨的，根本做一我叫他狂亮亮的，说。哦。聪明。现在可以下进哦。哦，上轮看。然后上轮嘞。哦。你做不到你啊！挑战。啊！他已经知道我要抓他了。对啊。手脚你手脚比夹到嘿。加油！你看这个啊。动难呐，你都动脚。你看。还有吗？还有盖吗？快啊！我从前面，哇！拜托你啊！拜托你去破。哎，你抓到了！拜托你啊！哎，你做对吗，大哥？有还有你做到嘞！哎，土鸡是破呀，是抢出来。你咋一讲？好，中间夹，中间夹，哎，对，是破，是抢出来，夹，是抢出来。你叫的比太大声。要不做对吗？做对哈。哎，做对嘞。哦，啊，平嘞哦。哦。好乖哦。对啊。好，来去抢出来。你几袂深嘿？哦。你老人强用，上个时嘛，几只会脱。哦，动静嘞。我冲不去啊，去看去隔住样式嘿。来慢慢的看去，应该，你看去慢慢去袂个嘿，你看去技能，应该去到做SPA。那SPA看也水摸嘞哦。日光浴啦。系啊。冲水是堂的刘家庄机啊，啊，该不会你都有盖尔用班做后续哦？我们后续提前因为吼，水我咧九江府的水啊，地下水吼，都爱睇吼，你吹白冷水，只是到96岁吼，按情况像是用咧大海地下水，嘿，那片水质好，你明那边吼冇买农药的，全部太自然的。系啊，水好，血好，润通，按品质是吧？你有睇过苗栗凤蟹係咪美動蟲啦？我做得，喺等喺嗰度地盤嗰啲料啲，做得你看一下嗎？做得做放養係。哇，你來去。好，放養下。好。你同 Andy 去啊？好。小貓嘢。大哥，你係介個硬河船做得跳撈頭家睇家講，用班做得，有冇？你係嘛介咯？我哋吼，我啲邊度清淡船，即係呢吼，一行嘅喎，蒜條米，蒜條米種啲貴州啊打散咗嚇，幾樣嘅糯米，嗱誒條肉香港喺講得唔香粉啲噃，挑好到啲噃都係，挑好啲噃，而且煮就係比甜啲多上啲噃嘛嚇，貴州誒比安。浸過一啲，嚇，冇什麼強用咧，嚇。這冇強用。還有，因為你做好些東西，你要生得材料，你要切兩把上嚟嚇，咁冇話成日啲咧切嚇。我嘅嚟切，再用切落去。按切落去，冰2度嚇。哇！即係強白啲咧，白啲咧。你做就80分咧。80分。哇！100分。哇！哦，做得。佢強烈是用3幾左右嚟控我切一切，啊，從我先示範門檻，我夾，係嚇，哦，你本切強用，切落去，本隻手本重要係，切落去。呢，係，切人機按叫做拖檔，按嗬，講下個病下來啊，你也是開始下落去做SPA咯，做SPA呢？入面用品呢，已經冇空啊，開啊，嚇！你啲浸個香料叫佢落去，到時煙香啊，個皮啊，個多爛啊，個皮上嘢烤下去嘛，酥，所以我口訣我做到實啲時候，皮酥肉嫩汁多，下來用個炭火啊，慢慢叫佢點開。
定海让新鲜来，然后面当长久的客体，因为你全部学到按台口，有辣，一滴滴有sauce，个清淡的火疗，钙精啊，鸡精啊，那落好闻嘿啊。哇！嗰是本强了，那去按摩，然后来甜甜啊，来摸控跟摸控落去啊，这样手势特别香，含土的辣嘿。然后一鸡四吃，一鸡五吃的感觉。对啊，来这个肩颈的部分，肩颈按摩一下，穴位。好，开始按住做得的，做落网嘿。落网嘞，落网嘿。落蛮个网咯。落那个焖子的网个，焖盖的网个嘿。哇！左活18，左3温暖。有温表。乖去落去。哇！哦。你愈爱做诶，你火面爱起诶，所以叫做糖味嘿。你还叫怪啊，怪扁喉蟹咯。大哥，你焖鸡肉该强那个该瓮窑鸡有买冇强龙吗？我听哦，我做方便小我几条木做我带下小鱼对吧？我咧做是做方便点嘿。哦。上面有冇火唔辣嘛？我系油当好用个，盖油啊。盖油啊！平嘅油有冇？强度，因为大家人用辣，56度油上了有冇？哇！所以本来1点钟，我每天50分就熟了。50分，买了比小一些主要用品，夹，很多长度一些是用含玻璃的。盖会烧坏的。所以你是捞。混皮变酥的秘密武器。错，但是我咧上街没用的啦。上街用啊，袂夹，冇叫咩多。你他讲咧要死咯，还冇咩唔得好意思嘿。夹，你那夹俺嘛有法度夹。但他最尾一些吼，你这是你上街，看到那个木架熟个比皮变酥，大意是可以到嘿。好，冇问题。你要起点伊么？你要起点油皮，俺那手头本大哈。好，我应该习惯。哇，火中台冇关系。你下袂中台啊？唔会，唔辣。唔是这样嘿。係咧哦。冇意思。啲數冇強度哦，啲係好。強度咧吧？唔會啊，睇嗰個唔會。你全部 L 已經全部 L 去咧呢？強度咧？睇嗰家差不多幾度啊？對啊。做得200度。哦，你200度。哦。很強。你火眼睇係定幾久呢？看火差不多15分鐘哈，你慢慢燒15分鐘，要適應一些分子動作。總共40分鐘係啊？42分鐘。42分鐘。因為你痛覺慢慢的定出來。好。唔會 ，OK。我你一下定40分鐘。做得，係。好。皮酥哈酥 ，ASM 啊，殺滾係，哇，殺滾，前肩殺滾，哇，啱嘛喂，哇，好juicy啊！懂吃，來做事。冻酱很香啊！還有冇？挑戰喺度我會分解嗰陣時來講嘅嘛嗬，皮酥哈酥 ，ASM 啊，殺滾係，哇，殺滾，前肩殺滾，哇，真的很脆耶！收一下那個 ASM， 真的很脆。哇，啱嘛喂，冇問題嘅。很脆，马上开胃。哇，好juicy哦。我要吃到，你挑下木雞腸胃唔同嘅。
切角做的，切角有许多。那好吃，肉真的很嫩，真的。盖许多是那个呛出来啊，完了阿里山的奋起湖的叫高笋，叫高笋，那是第二宝，嘿。有嫩哦，紧冻炖按台记，但是都是嫩嘿。因为有常有叫下台的竹笋哦，因为咬唔断。哦，因为个用就个从拔河用放的吼，两个咬啊，当下是落去。人家冻嫩的。提薄提三薄会麻个。香酥豆腐卷，春手工包做的。哦，人家底袂爆嘛干哦。然后又香菜，香菜咧一切喺面那里用。哇，大手笔耶！贵条羊肉会慢烧嘿。好吃吗？哇，那去吧。哦，美乃滋，那我用布捞香菜。安尼嫩豆腐啦。基本是嫩豆腐啦。哦。这么用较幼气的，很少看到这样搭的。对啊。刚好我今天又要做一道料理，让我们荣杰来一起参与一下。那看一下大哥有没有很厉害的部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我用那一个做一个料理。鸡胸肉，盖胸肉嘛，用手拔一条，用拔的哦。啉了的，我们鸡翅那浸呢，我做个爱玉跟母上爱玉餐哦，给排条呢。爱玉餐，我第一次听到鸡胸肉的爱玉餐。全部抬高，去关嘿。好耶。用饭性上，我老你讲，我今日会做嘅料理係按照心肠软，心太软，真心肠软。好，你两片有準備咧，兩係有浸過少水嘅風走。對，你會撈雞去核，分一半。好。然後呢，把那個裡面的殼去掉，這樣。好，這樣就已經去掉了。哦，还有盒这么小一个，哦，好冻死。团体嘞，哇！你做得吗？唔怕，做得。你的哇有点责备哦。没啦。他说哇，穷路夫嘞吧，直接跟我话断掉。那这样怎么办？我先不用顺条好嘞。哦。去过河的红枣，然后地板下俩板然进去。其实也可以心。哇，这就是它心太软的心的部分。哦，这样子，好可爱哦，小汉堡的感觉。好，要买走一张。好，因为走一张。那你负责你先弄那个好了。好，风车走对吗？走对啊，你可以动这样哦。哇，破坏王，在这边搞破坏。唔怕。莫伊其實咱愛去河好咧啦，因為無聊咧，真緊拍些，因為無聊咧，來。糖紅你壓鋪係實在的，係冇？哎呀，兇手是款去走18桌啊，一個人料理18桌，他就在廚房這樣發號施令，拱背請台上，然後就。因為輕易冇信用係。係啊，佢盤桌全部係在。哦，盤中圈還在，只要吃素的一定都會找他。哦，因為我小時候是不敢，就是沒有很喜歡吃豬肉，就是我也沒有很喜歡吃肉，但我好像不是因為宗教，因為我小時候有一次就是我阿婆就是弄整頭豬，然後因為我們家的浴室打開門就是廚房，然後我有一次很小的時候3年級吧，洗完那洗訊洗天，那開門那是看到該又。一顆完整的豬頭，不用理，真不用當。嚇死！我看到那個豬腦袋在砧板上，我整個大哭。到現在長大都還記憶猶存。我跟你講，我現在開車路上看到那個吊豬肉的肉車，我也會怕。那個茶經一播出的時候，我就跟東東講說，哇。哦，你認識東東？對，我就也是在拍手的課堂認識他的。對，然後我就跟他說，哇，這個女演員嘿，什麼？他家是講清河啊，先跟調河咧，會做得。然後佢啷個講嘢係先鋒音，佢講唔錯，結果一般先講唔錯。
结果我去找你聊天，你跟我说你是竹东人。对啊，插进的时间，他们整个组都很认真在考究。哎，对，所以很厉害哎。对，然后就会变成说，我只要一换上戏服，然后我一涂黑，然后我一进到那个洋楼里面，我就觉得，我是这里的人。哦，对啊。然后你们应该黑走。我讲真的，男主角加你们那几个家谱，家谱真的是很像，很有那个 feel， 真的。那时候就因为应该系伫走下竹棚来出用嘛，然后他们用的手入改正柄啊、台木啊，甚至是连那个台木跟那个灶台下面是用柴烧的。那你改下全部是系爱用肉。对啊，然后就觉得哇！你洗时间嘛看过该种东西。冇爱洗时间，冇按楼。有洗时间，洗性系给那个大汤匙按。你洗澡，你们家洗澡还要那样？有过这个过这个时期。有冇按楼？还是冇讲越老。讲到戏，我还记得我刚入行。我23岁的时候，差不多7、8年前了。我试镜了2支电影，就试到了1支角色。然后就是在化妆的过程中，就是有前辈的女演员，她演我妈妈，她还特地来跟我打招呼说啊，你就是那个不孝子啊。然后我说姐你好，姐你好，直接被叫不孝子。对，但是就是她让你放下压力的一个方式，因为前辈来找你聊天嘛。对，然后就觉得蛮好玩。结果一交妆，导演说好，那演员扣现场，然后一上去之后就听到那蜗机传下来说，现场好像不太适合女主角有儿子，因为空间太小。那把女主角改成单身好了，我就收工了。不可能哎，真的就收工了。那天是拍摄当天。对，然后就改本，然后我就收工了，就觉得很可惜。然后另外一次一样是同一年，也是一个电影剧本，然后我试了一个警察的角色，然后到现场交完妆走完戏，导演说，请问你几岁啊？然后我说，我23岁。他说好，太好了，来 casting 跟我进来，然后他就去到一个小房间。启动一挺后上。听唐东爱上了，挺谁嘞，你知道吗？小屁孩啊！我就听到里面大骂说，我要的是刑警，给我找替代役啊！然后我也是当场就收工了。所以那时候刚入行，就2个震撼弹，让我觉得我是不是跟拍戏是不是有点没有缘分啊？然后那时候这真的很震撼。对啊，这其实不常遇到。对，真的不常。我到现在4、5年，我也没有遇过这种事情。虽然说这两次擦身而过的机会都有拿到钱，但是我觉得为了作品跟机会才来把握这一次的试镜，但是有钱没机会就很可惜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弄完日潘后嘞，你是做的那是天幕地图吹。信庭院，节目咧，好。水啦吗？水啦，啦，又不用咧。好。电击球，电落去。电日背水是好咧。然后你俩下做的线类竹筒水。你系那个秘密武器，你系金狗风走改水，这样它的那个水里面就会有红枣的味道，所以我们先加一点点就好，然后做在快火嘞。那今日鲜蓉2种汤，这个是2砂。好，这种是变汤。好，然后我本机普通爱用妞吃好嘞。妞稠稠的。你讲你走该哈嘎的片，会看爱用伴性上受到启发。对。我觉得你做的比我强。因为你在挖的东西是很文化底蕴的东西。对。然后我是在做一些比较幽默搞笑的。莫爱用讲啦。真的。没有，我觉得可是你走该下好小的东西。流量比较好比较好传播，比较浅显易懂。对，所以应该每底该想办法说，用伴音绕该流行的结合一下。对，结合。因为从来之前应该 Ruby 讲客语版，对，然后或者是台展风出客语版。对啊，那紧想，我想说，还有什么？而且那台湾人还没有人这样做客语，真的是。对啊，我还在想办法。但我觉得都好，就是各种赛道，只要你当下很享受、很喜欢，其实做的都可以。好，你下通水差不多嘞，爱看一下该。好，我们的心太软。白四夫，哇，好可爱。
白白胖胖，好，你已经过好嘞。你看哪俩这样？可以啊。摆这样一排，这样你觉得这样漂亮吗？我不敢说不漂亮，因为你的还没做。对。你是让艾琳送喜是走的嘞？艾琳，你确定你要相信我吗？送心仪。没有。哦，加油！走的啦，哇！走的。好，我们最后再用这个爱玉子点缀。爱玉子。哇，好。爱用音是万心嘞，理解。心太软，性同源。性同源。耶，万心。我阿婆是中破塞嘛，因为小时候就看他在厨房忙东忙西，就很觉得他很帅，想要成为他那样，然后用那些佐料啊，像醋啊，所有每一罐都加一遍。记得还有泥土，就是小时候不知道哪一个是能吃的，哪一个是不能吃的。婆婆看到发飙，觉得浪费那些佐料，她生气，就狂骂我爸和叔叔，然后叫他们把我跟我堂妹做的东西吃下去。动吃，来做事。我爱准备的料理是盖牛马铃薯饼。哇，盖牛马铃薯饼。嘿，不是快活冻简单，气炸锅炸一炸子哦。好，因为这一个需要先腌30分钟，所以我们先来切这一个。好，切几细的？切成丁，好细哦。好，慢慢来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准备这一道料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是料理白痴。我还以为这一道很简单。我阿婆是中破塞嘛。因为小时候就看他在厨房忙东忙西，就很觉得他很帅，想要成为他那样。和我堂妹小我13天出生。然后我们就一起用她的灶台。然后用那些佐料啊，像醋啊，所有每一罐都加一遍。记得还有泥土，就是小时候不知道哪一个是能吃的，哪一个是不能吃的，全部加进去。所以最后还想说，那没有主食怎么办？然后我们就去想说，那叶子长得很像青菜，我们就去婆婆种的那个盆栽，我们就去把它叶子剪得很像狗啃一样，然后就这样放进去。对，所以整锅都变超狗超黑，然后上面就点缀几个叶子这样。然后婆婆看到发飙，觉得浪费那些佐料，她生气，所以她就把堂妹的用这个腌吗？对，他就把堂妹的爸爸，然后还有我爸一起叫到佛堂下面，然后就狂骂我爸和叔叔，然后叫他们把我跟我堂妹做的东西吃下去。该地图用奶撒他走在吃他。当然没吃啊，但是就是他气成这样子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来腌制。好，我自己是喜欢吃咸一点，所以我调料会下多一点。哇，盐巴就可以少许就好。冲到嘞！我想过了，好谢。我在洗手。好，按音拉让它腌制差不多半小时。好，你还有足够大概黑暗料理。还有一个很厉害的。好，按音。好。用酸条嘿。切马铃薯嘞。好。也是切丁吗？对，你小心。我们1颗就好，对不对？还是要2颗？好啊，那我们一人切一半。好，一人切一半。好。你吃过那种去买的那种包整只、包半只的那种面皮鸭肉吗？面皮脆皮鸭肉。有烤鸭嘛？对，烤鸭，然后会有另外一袋在旁边。你说鸭架？对，通常你当下不会直接把它吃掉。对，然后就放冰箱。结果半夜很饿，真的太饿了。我就把那一袋拿出来，然后配着泡面吃。但是我忘记那一袋很咸。泡面又很咸。我泡面又很咸，然后我就整袋加下去，就做出了一道碎鸭满汉全席。碎鸭，那汤里面不就都是鸭骨头？超恶。然后我吸的每一口面都有碎骨头。对，都有碎骨头。但是我最后还是把它吃完，客家精神。冻伤。我的黑暗料理2次经验。所以之后我就觉得我还是不要进厨房。不会啊，你现在有这一道希望能鸡肉马铃薯饼，希望能成为我的翻身仗。走的啦。
趁鸡肉现在还在腌，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，我们把它拿去泡水。好，你用刀片可能会比较快。好，所以你是从小对料理就很有天赋？好像也没有哎。我觉得我近期要泡2分钟。哦，要先把它的淀粉洗掉，是不是？对。哦。你说你近期怎么样？我本来想要做烤布雷，感觉很难。对，就是一定会失败几次才会上手的一个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又不想用烤箱做，所以我就用那个瓦斯炉，因为其实烤布雷它是有点像蒸蛋嘛。对，就是把蛋放进去蒸，但是甜的。对。然后最后上面再弄焦糖才会是烤布雷。然后结果我开一个瓦斯炉太大。全黑掉，没有黑掉，但是它的孔洞超大，对，我现在有那个画面，洞南区，凹的泡沫，对，就是凹的泡沫，就是应该近期做过木庵料理，好，那差不多，那我们现在把水沥掉，好，就把我们留马铃薯就好了，好，让它彻底的干，还有一个步骤就是还有什么？我的法宝，这个。好，因为我们现在要让马铃薯更干一点，它等一下会比较好包覆，因为太湿的话会很容易让它散开。对，好，尽量把它吸干一点。好 ，OK， 好，然后把它拿起来是我认为最难的一个部分。可以。很黑暗料理的画面。走对啦。也感觉很干哈。好 ，OK。好，那就拿我们刚刚30分钟腌好的鸡肉，哇 ，mix 在一起。OK， 一样，跟刚刚的步骤一样。汤会尬俩。再少一点，你少一点，好，我少一点。好 ，OK， 对，一点点盐巴。一点么时候？这样。好。OK， 好，再来，这个就是粘着剂。对，它的胡椒粉，对。不是太白粉太白粉。对，我是想加多一点，要不然它每次都会散开。叫儿嘞，拉儿嘞，拉，就很解压吗？全部拉。好，像我喜欢吃鸡肉多的，就可以。马铃薯减少一点。对，然后捏紧一点。哇。这个过程不好看没关系，好吃就好。哇，有它现在是饼了。对。哇，走的。对。好，捞起。好，因为喷油啊。哦哟，唔知啲。那可能係泥油唔記得去咯。好。嘿。OK， 等一下。OK。190。好，开始了。有。烫一下，有吗？有，叫上。好，差不多12分钟是走在食盤嘞。耶，食盤。哇，太成功哎！冻酱哎你，很期待哎，哪一道？马铃薯豆哎，俩得吼。走得哩。哇，可以哈。走得。但它酱重咸，结果唔会，都好吃。而且给当贝也给马铃薯啊，有一点脆脆的，我觉得很不错哎。跟我在家做的一样成功。而且爱取到俩减脂的因嘛做这些。对，因为它的用料相对单纯。因为香喷妞本性是就是高蛋白嘛，少脂肪。你真的还想要多一点味道，可以加 cheese， 或者是鸡蛋也可以。而加 cheese 就不是减脂料理了。然后鸡蛋可以代替刚刚的太白粉，让它一样有那个粘着的效果。OK。粘起来。轮到挨咧。好。哇，心太软。好，我先加俩细粒的。哇，
先来试好嘞。还是怎讲？好吃，真嘅好吃。因为爱吃到，因为好吃甜，又甜还是吃到当好吃。好，我来看一下咧。结果冻都好。好好吃哎，好特别的，很意外口感。因为我要再吃一个。它的外皮跟里面如果分开咬，都会觉得很无聊。对，但它就是一起的时候就会觉得很一下脆一下黏，然后甜甜的，哎，真的是性同院哎，是很名字取得很好哎。而且它如果只有那个糖水的味道会太无聊，可是它又有那个红枣的甜，红枣自然的甜就会很好吃。好吃哎，好吃好吃，海星贡真给真的。真给希望伊配爱转来咱会加香料。过来了袂。信步该散打。你看冻冻摸。冲来摸来个该提放。你吃到好高吗？我是有冻好高，我吃到我形伊无卡，该爱板该记。嘿，该系爱冲来摸困过该。是唔上暂时人烟，爱蛮的。那个我从来没有看过，真的，而且吃到爱根本也有困到该推值得了，也是打的嘞，真的。对，而且它顺利在运转的时候很感动，很给力。对啊，很给我们面子。对。那根本还有人上最深刻的，又该爱做解药啦。一定要解药该日家系少嫩的。我去冻怪，唔对。我未冻怪，系溜条架去做本爱的，我那种做嘞，我收全部系少嫩的，我吃到因为自家吓，自家吓到，另外东西，不过好高啦，好高。用班线上，马来西亚20个破人片啊。我努力，呀，都冇时间就该。那吃到有营养，你做得乡下铺老行业用相关嘅人片，你吃到咧？爱做冻好。你未吃到，你未做得用班线上嘅身份。系啊。你未加上日只，做得铺好笑的嘛，做得铺该有教育意义的，没做得。尽自己一些微薄之力，也不是说真的要做给别人看，但是。就自己保留这一道温暖，其实蛮有意义的。我也蛮希望说，因为我在现在网络上也看到蛮多年轻人在讲客家话，也希望说，对以后可以出现更多的纽曼信上，有各式各样的，不管你是讲大埔腔、平遥腔、海陆腔，然后四线腔，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角色出来传递这个文化。也不是说一定要贡献什么，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在听、有在讲，你就在传递了。真的是这样。一起同下加油，同下三分大表，共勉之，干杯！你哋干杯嘅行业用班讲啊？干杯就得讲半支酒。半支酒。对，半支酒。挨到差劲，又爱英讲。因为用讲。半支酒。半支酒啊。结果就喝醉了。半支酒，然后就喝醉。对。好啦，你半支酒，半支酒。忧伤的梦中，看到跳进夜路，跟你泪走上旧